伫咧屏东的小琉球有一个唱水少年，伊伫咧小琉球外界发现讲有人甲锁啊绑伫咧旋乌搭顶悬，佮互人练习唱水。伊甲这现场的画面规个翕落来，搭上网络，真侪人拢批评这款的做法，认为是安尼做会破坏生态。其他的教练嘛表示讲，一般的锁啊拢是绑伫咧石头或者是沉底的船艇顶头，才袂来破坏到旋乌搭。一条绳仔着绑伫海底旋乌搭，这是小琉球有一个唱水米教练，15中昼伫小琉球大福西外海15米的所在看到的光景。伊讲现场有3粒浮球，其中1粒着绑伫即个旋乌搭，互伊真生气。它是整片长在石头上面，所以它的坚固性算是 OK。然后，但是它在绑的过程中，你这样子去拉扯，它还是会有细部，我们可能比较看不见的地方，它可能会有一些磨损受伤。王玉俊教练讲，锁仔袂当绑伫咧船后搭，这是基本知识。这张相片搭伫咧面册小琉球的社团嘛引起讨论。其他唱水米的教练表示，浮球绑伫咧锁仔是为着要引带民众唱落海底。一般有2种做法：伫锁仔尾溜吊淡物，也是绑伫咧海底固定。毋过因袂绑伫咧旋乌搭。会找就是礁石或者是石头啊，或者可能是一些人工废弃物，还比如说沉船啊或废弃的铁锚等等。但就是要注意上面不要有珊瑚礁，因为珊瑚礁是很容易破水的。这样。小琉球有公告保育区海域，即摆的代志就发生伫咧保育区内底。农业处表示会去调查，若真正有破坏栖地环境的行为，依法会当裁罚3万到15万。记者陈嘉文、华为做屏东报道。